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是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户人敬拜伊。请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55首，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愿荣光归于你永远的上帝。阮即时聚集伫你的面前，要用虔诚敬拜你，我免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的性命对黑暗中转用你，搁赏赐阮有永生的新生命，互阮今仔日的性命无共款。阮是被你的保护赎回得救。今仔日阮要伫遮向你敬拜，伫遮听候你的话语，求主唤醒阮的心，互阮日志追求持续的读经、伫祈祷生活。求主挪开一切阻止阮每日亲近你的人事物。主爱天父，我免感谢学罗你。你是天地万有的主宰，宇宙中你是独一的真神。阮来到你的面前，带着虔诚的心来敬拜侍奉你。求你互阮人在心在有一粒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内心，互阮来当得到造就甲帮助。全能的天父，阮诚心恳求，伫阮中间身体劳苦的。心灵软弱的，恳求天父，你亲自来安慰甲引带，互你施展你的大权能，减轻因的肉体甲心神的痛苦甲负担。全能的上帝，你是阮的倚靠，恳求你看顾赐福阮，每日伫你所赏赐恩典的生活中平安过日子。你全能的救赎的大疼痛。引发阮对你的敬畏、尊敬的心。阮相信，通过敬畏，才会当带来上帝你的保守甲祝福。敬畏耶和华有坚固的倚靠，敬畏耶和华就是活命水泉。主耶稣，你一生为着服侍别人来活，你捌讲，家己毋是来互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主啊，你不只做阮的模范，而且爱阮彼此服侍，透过今仔日的见证，阮会当可了解敬畏的重要，也会当互阮内心充满谦卑甲服侍的心。恳求你引带阮不只爱敬畏上帝你一人，也爱尊敬人。阮不只也服侍上帝你，也爱服侍人。若是安尼，主庇的天父上帝。请你保守阮每一日会当安顺过日子，
求你赐予阮在座每一位家庭，互阮的社会会当充满关怀甲信心、喜乐甲平安。阮的祈祷无够野，要用上帝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请咱来交托启应文第25篇，伫咱信息的后壁第39页。我要举万黄山，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你是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请咱继续来吟信诗，信诗第433首。433首，恳求上帝施阮祝福，请咱起立来吟。
请咱继续徛者，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许多圣经记载伫咱圣经的上头一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童子名，咱的主，伊对先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伊温柔为了道人来受苦，变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王，就因那这个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为咱倒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先神，我信神，共同的后辈，圣道的相通，做的下辈，落地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赞美圣歌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耶稣全赎回。
感谢圣歌队用遐尼水的声来学罗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于咱的爸上帝。请咱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4章15节，现代中文译本257页，台语汉语本190页。因为恁踮伫基督，先生虽然讲慢，若是老爸都无假的。因为伫耶稣基督，我捌对福音来生恁。第二为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现代中文译本264页，台语汉语本195页。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这是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属灵的老爸真做的模样，愿上帝灵甲咱伫地帮助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属灵的老爸，也是讲属灵的爸母。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叫做真做榜样吼，真做一个真好的典范。因为咱今仔是过几天就是迄个父亲节，咱今仔日也要伫遮庆祝父亲节，真做父亲节的主日。咱来理解就是讲，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即个家庭中间得到疼的需要。所以家庭中间需要有人扮演即个属灵的爸母的角色，互属灵的新生儿会当伫教会中间成长。其实双林教会我来已经接近2冬的时间，我有发现一个咱的欠缺。就是咱来理解，伫过去10冬中间，伫双林教会洗礼的人，应该是有超过800个人。就是讲10冬来，咱应该爱照理讲爱有成长800个人，至少爱有800个人。但总是咱发觉伫即个聚会人数顶面无法度反映即个数目。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传福音是教会产生新生儿的方法，但是每一个教会拢需要，虽然爱重视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养育新生儿更加是真重要。毋通讲咱传福音，互人，互伊来加入教会了，放伊伫教会，诚做孤儿，互伊伫遐默默受。所以一间健康的教会，就是咱爱会晓生，也爱会晓饲。爱会晓生产，也爱会晓养饲培养这新生儿。所以我感觉今仔日这个分享是介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望咱伫教会内底所有成熟的基督徒，拢会当立志成做一个属灵的爸母。咱要领受今仔日的信息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来改变阮、更新阮的意念，互阮会当了解你的心意，然后照你的心意安尼去行。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教会中间，咱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小组长、有团契的会长、同工，阁有各事工团队的同工。牧师真心期待。这人的角色毋单单是属灵的领袖，也应该是一个属灵的爸母。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属灵爸母中间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诚做模样，诚做一个榜样，诚做一个典范。首先，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属灵的爸母甲咱的年纪无关系，伊是一种关系啦。伊是一种关系，就是讲建立人甲人中间的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咱今仔日中间年纪轻的，
嘛有可能诚侪年长者的属灵的父母，因为有的是年长者是尾仔较信主的，伊伫属灵的人脉顶面有欠缺。咱虽然年纪比伊较轻，但总是咱会当帮助因伫属灵顶面、信仰顶面来成长，咱通称做伊属灵的父母。啊，属灵的老爸吼，甲性别嘛无关系，吼，啊，甲血统、血缘嘛无关系。我捌听过一个牧师分享过，这个牧师是常常去国教会内底培灵布道、替别人祈祷的一个牧师。有一遍有一个姊妹，吼来找伊祈祷，吼伊伫一个布道会中间，一个姊妹来到头前，伊替伊祈祷。啊，伊看这姊妹吼，应该年纪是做人的老母的年纪，所以就祈祷讲啊，求上帝互伊成做一个真好的老母。结果祈祷了，这姊妹目睭拍开，但这牧师讲，牧师我即马去独身一个人吼，我也无囝儿，吼啊你开祈祷讲我成做一个真好的老母。啊，这牧师来讲啊，真歹势吼，伊拄则感动是安尼吼。啊，结果这姊妹回去了，第二天，佫相款的布道会，伊佫来找这牧师祈祷吼。伊来牧师讲，昨我回去想真久吼，虽然我是独身吼，也无囡仔，但总是我伫教会中间担任主日学老师，伫伊的官兵中间有真侪会当照顾的这细汉囡仔，伊会当称做伊真好属灵上的老母。所以，伊感谢这个牧师替伊祈祷，求这个牧师继续替伊祈祷，帮助伊会当真正成做别人的祝福，成做一个真好的属灵的老母。咱伫顶礼拜，伫教会中间，咱有举行下季学校，有100几个囡仔来到咱的教会，伫遮受造就。咱有真侪教会遮的老师啊，以及青少年朋友来成做因的帮衬。其实，伫一礼拜的活动中间，我看到这细囝吼，迄个生命拢有成长，因为这个老师拢亲像一个这细囝的父母同款，属灵的父母同款，咧帮助因伫信仰顶面成长。啊，所以咱今仔真正爱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伫教会中间成熟的基督徒，咱来成做这初信的兄弟姊妹、属灵的父母来帮助因。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个题目。首先，我要互大家了解的就是，伫圣经中间吼，这属灵的老师甲属灵的父母是无共款的。咱拄则所读的保罗先生所讲的，伫哥林多前书4章15节，伊讲检查恁伫基督徒的生活顶面有上万的导师，你讲真侪人咧教示因明白信仰，但是恁却只有一个老爸。因为我将福音传互你，所以我伫耶稣基督内底成做恁的老爸。咱来理解保罗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伊为着这个信徒受尽苦楚，但总是为着这个信徒的生命的成长、信仰的成长，伊亲像一个老母怀孕这个囡仔，来伫信仰顶面生这个囡仔，所以。伊讲我是恁的属灵的父母，伊伫遮指明一个属灵的导师，甲属灵的父母会无共款。牧师要分做3项，甲大家来分享。第一项，伫教材顶面，属灵的导师甲属灵的父母是无共款的。咱知影，老师拢会设计课程，透过课程来帮助遮个学生来了解一寡知识。但是属灵的父母无同款，属灵的父母是甲伊的囡仔时常斗阵，会当根据这囡仔的需要，及时来帮助伊。伊一旦有机会，就会当帮助来教导这细囝的成长。我其实我细汉的时阵，我的老爸教我真侪代志。虽然我的老爸伫教会的时阵伫我教会的时阵就过身去，但总是吼。伊伫我身躯边陪伴我的时阵，教我真侪代志。举一个来讲，伊教我安怎烹汤啊。咱知影囡仔人咧烹汤吼，拢会相当惊会车倒嘛吼。啊，所以拢会看迄个碗吼，安尼一边行过一边来带吼。啊，但是往往吼拢无咧看路吼，有时跋倒规碗汤就拢车倒去吼。
所以我老爸讲，你来咧烹汤的时候，你着爱一边看汤，像我即个碗，一边爱看路，安尼行较会顺势。但看我咧烹即个汤的时阵，袂晓烹，伊着教我安怎来烹即个烹汤。所以就是熟练的父母，就是即个囡仔伫急时的时阵、需要的时阵，因为伊拢常常甲伊做伙嘛，所以伊会当及时来指导、来帮助，互伊成长。所以伫教材顶面是无共款，伫方式顶面，熟练的老师甲熟练的父母嘛无共款。熟练的老师是教授、指导，来帮助伊；但是熟练的父母是用模样、是用典范来影响伊的囝儿。其实咱透过福音书，咱会当发现讲，耶稣就是用这款方式来影响，来改变伊学生的性命。伊将伊的性命完全拍开，互伊的学生。咱打即每日亮光打读了即个约翰福音书。如果你也去注意约翰福音书的第1章，有一段真特别的记载。有一天，行色的约翰甲伊2个学生，伫一个所在，突然间耶稣对因的面前经过。行色的约翰看出耶稣就是上帝的囝，是上帝竞选的羊羔。所以，就对因2个学生讲：“看，这是上帝的羊羔。”因2个门徒听到了，就将这个行色的约翰放来就去军队耶稣。一路军队耶稣，耶稣就活转身对因讲：“讲恁想要爱啥物？”因回答讲：“先生啊，你住伫倒位？”叫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讲：“恁来看吧，恁来看吧。”因就甲伊做伙去到耶稣所住的所在，然后耶稣甲因住做伙。伫这段经文中间，咱发现耶稣面对要军队伊的人，毋是讲一篇真长的道理，也是讲真济教训，毋是安尼，是对因讲：恁来看吧。就是伊将伊的生命拍开，将伊的生活开放，互所有要军队伊的人，伊甲因住做伙。用性命来影响伊个门徒的性命，这就是熟练的父母所用的方法，就是家己真做一个典范，真做一个模范，互因来学。这是方式上有无共款。第3项，伫目的无共款。熟练的老师主要的目的就是传授财物，互人明白熟练的知识。但熟练的父母无共款。熟练的父母的目的是要塑造这个人的性命，要改变这个人的性命，互这个人的性命会当更新呐。所以，咱看见着军队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帮助更新因的生命。要真做熟练的父母，有真侪爱学习的。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将焦点放伫一个特质顶面，就是真做典范，真做模样，互人去学。因为熟练的父母，伊教导的方式，就是用一个模样，用一个典范，互伊熟练的囝儿来学习。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3个步骤，咱一步一步来学习。第1项，就是你要真做别人的典范，真做别人的模样。你首先你要找一个正确的典范去学习。这个正确的典范，伫咱的信仰来讲，只有耶稣基督，因为咱要真做别人的模样嘛。首先，咱爱互人有军队的理由。如果咱有值得别人学习的所在，咱才有够格来要求别人来学习咱嘛。所以，真做模样真重要，就是咱来先去找一个正确的典范来学习。这正确的典范就是耶稣基督。咱来理解有一个原则就是咱华语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甲啥物人做伙，你就会受伊影响嘛。咱的圣经嘛有安尼讲讲义人引带伊的厝边，歹人互人失迷。意思是讲，你若甲义人常常斗阵，住伫伊的隔壁，你就会受伊影响。若你常常甲歹人斗阵，伊就互你的生命袂失去。所以咱知影，常常住做伙、斗阵做伙，就会当互相影响嘛。
因为咱人会受到真侪人、受到真侪环境来影响咱。我过去有一个真袂晓讲话的朋友伊讲2句话拢伤害我第一句话迄阮查囝还细汉的时候，伊讲：恁母亲行路足歹看我就听了足生气的。第二句话讲，因为伊行路足顺利我阁愈生气。看真正我看阮查囝咧迄阵咧行路，真正阁足生活安尼行路安尼摇来摇去我讲安尼母亲来，无你学妈妈行路，莫学爸爸因为逐工都看我伫遐行路，所以就学我嘛这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咱排除掉基因其实我知影有真侪夫妻斗阵久，就哪来哪成思想哪成，动作哪成咱看到真侪囡仔拢受到父母的影响嘛。有的是看起来真亲像，有的是讲话口气真亲像，有的动作真亲像。为什么斗阵久，就会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甚至无血缘关系。有真侪朋友斗阵真久，因的观念就一致。为什么？因为生活斗阵久了，自然而然就互相影响。人拢会互相影响，但是影响有正面的影响，有负面的影响。咱当然期待讲，咱的生命会哪来哪好，会当得到正面的影响嘛。所以咱就爱去找到一个正确的典范，因为一个好的模样，互咱的生命得到利益。随上咱来理解，就讲咱成长的过程中间，咱拢不断咧学。其实你看一个囡仔就知，伊拢不断对伊四周围所看到的代志来学。所以你若要互你的囡仔会当成长了真好势，你就爱互伊伫一个好的环境内底，对伊产生影响。因为迄个真正对咱生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常常是一个模样，毋是一套学说，还是教示。所以，咱的生命需要真好的模样，这是互咱自我成长的一个动力。咱的信仰中间，产会是上界好的模样，就是耶稣基督嘛。咱看见着保罗先生伊大概一生中间讲过上界夸口的一句话，就是这句。伊讲：恁应该爱学我。当然，伊毋是讲安尼就结束啦，讲安尼就结束就无价值啦。后壁阁有一句讲：亲像我学基督同款。所以保罗讲，对伊的门徒讲，对伊的学生讲，恁来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同款。而且保罗对伊的军队伊的学生讲，我生命中间有一个引带我的模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因为我不断真认真咧学耶稣基督，所以恁会当学我。这是保罗生命中间一个上界重要的见证。因为伊学耶稣基督，所以有把握伊的学生如果学伊的时阵，会一步一步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若要立志要成做别人属灵的父母，咱就爱明白，咱爱学习耶稣基督，咱的属灵的囝儿，才会当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因为因咧学咱。所以第二项，咱来继续进步，就是讲，咱心中爱有一个想法，就是咱来渴慕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咱来学习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咱来注意，拄则保罗先生所讲，恁来学我，亲像我学耶稣基督同款。咱来注意，保罗要求大家学习伊的时阵，伊对咱讲伊一直咧学习耶稣基督。因为当伊有一个典范，伊就真认真、真拍拼、真刻薄去追求。所以这对咱来讲，咱爱学习2件真重要的事。第一件就是讲，咱爱真注目伫这个典范中间。咱理解咱咧学习什么款的专业，咱就爱对迄个专业中间上介敖的人，比如讲，华语叫做大师啊，日本话讲叫做达人。咱对这专业中面上介敖的人，咱对学。你咧学琴的人，你着爱对迄个上介敖弹琴的，看伊安怎弹，咱着对伊安尼学。
比如讲牧师真重要的服侍就是讲台，所以我常常爱对一寡牧师中间去学习。比如讲我伫网络顶面看一寡信仰的前辈咧讲道，看因咧讲道，我这个人咧讲道实在是真敢拍动人的心。我内心就做一个祈求，我讲主啊，我要亲像因相款安尼讲道，所以我就专注看因讲道的影片，读因的著作，了解因的生命。所以我袂当讲我俩心诚意，亲像伊相款尔，我就爱对家己讲，我爱认真拍拼，爱将来爱亲像伊相款。所以当咱注目伫耶稣基督这个典范的时阵，咱就爱常常注心去看耶稣到底做啥。咱伫圣经中间看见到耶稣安怎去处理伊生命中间的代志，伊安怎去服侍，伊安怎顺服上帝，伊安怎去疼人，伊安怎去帮助遐弱势，伊安怎关心遐痛苦的人。咱来学习耶稣基督，就是不断去观察、注目伫这典范，不断去亲近伊、了解伊。所以当咱目睭注视咧看耶稣的时阵，咱就慢慢去学伊，较无诚做伊相款。然后第二项，咱就开始爱不断学习、不断模仿啊，不断模仿。伊安怎做，咱就安怎去做。大家知影讲牧师过去真爱写即个书法，我捌经过2个老师学过书法，即2个老师拢同时甲我讲一个观念，讲你要学书法你毋通家己黑白学，黑白写你爱先去看迄个写了上好的人，伊安怎写。我讲啥物人写了上好？讲古早人写了上好，因为即摆现代人拢咧拍电脑嘛，真少人用毛笔咧写字嘛。因为古早人因也有毛笔尔嘛，所以就是用毛笔咧写，所以咱就对因学，所以伊叫我爱临摹，咱在书法中真重要爱临摹，临摹就爱找迄个上介好的作品起来学，所以我就是对安尼学，然后学到一个阶段了，你较会当发展家己的风格啦，比如讲2当前牧师有写即把春联，互恁对无你看即个字其实你若讲牧师你毋捌字学袂写字，佮写毋着字其实即内底即字我是学啥物人，你毋知影？学即个王羲之啦，我互恁看王羲之的字是写做安怎咱看内底有一字共字对无？对字，水对无？我放大互恁看这是王羲之写的字我学伊的笔法对无？然后我会写较肥淡薄，因为我的风格就是肥嘛，所以你就是爱学即个古早人因写的，安尼一直临摹到尾你才能发展家己的风格嘛。这就是一种学习。所以这是咱讲，你要去注心去看耶稣基督。拄则讲过，伊安怎去服侍，伊安怎顺服，伊安怎疼人，伊安怎扶助遐弱势，伊安怎关心遐痛苦的人。然后咱就是照伊安尼去做。渐渐，咱会哪来哪亲像伊，亲像保罗讲，我咧学基督同款，安尼将来咱才通对咱的属灵家己讲，你来学我，因为我注目咧学基督。然后第3项，最后一项，就是当咱愿意安尼做的时阵，不断去学习耶稣基督的时阵，咱就会当去找到这个需要帮助的新生力。属灵的新生力，帮助因成长，所以咱看见着约翰福音书13章13节，15节，耶稣基督对伊的门徒讲：我互恁做了一个模样，互恁能照我按恁所做去做。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用的方法啦。耶稣为什么要对这个门徒讲这个话？迄个时阵是半过一个暗时。耶稣对门徒讲真济话，因为伊咧交代，因为伊要去顶十字架，但总是伊做一件代志，伊讲这话之前，伊先洗门徒的骹。
咱知伫犹太的所在，因称鞋是草鞋，行的路是土的路，所以行伫路上吼，骹拢会有真侪只垃圾，真侪土。当伊入捌厝内底的时阵，即厝内底中间爱选一个上介微微的萝卜，替遮人客洗骹。所以耶稣伫搬过一个暗顿的时阵，对门徒所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替门徒洗骹。所以耶稣讲：我替恁，我立了一个模样，互恁能照我向恁所做去做。伊爱所有的门徒去学习伊，跟对伊，做一个老师的，有愿意谦卑，替伊的门徒洗骹。相反，咱看到圣经中间，保罗嘛是安尼带领伊的同工。咱看到伊写互伊的学生的批、提摩太、提多，等等遮的，拢是咧勉励伊爱学习，伊亲像伊咧学习耶稣基督同款。所以，当咱愿意注信伫耶稣基督这典范了，咱开始爱做几件代志，就是咱爱用属灵的生命去吸引人跟对，特别是遮个属灵的新生儿。用你的生命邀请人进入你的生命中间，对因产生影响。然后你要理解，你要成做一个生命的典范。咱要时时注意咱的讲话、咱的行为，因为因拢是咧学习你，因拢是咧学习你。因为你的行为比你所讲的更加能影响你所带领的人。咱看起着保罗安尼讲，恁伫我身躯顶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个代志恁拢爱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得甲恁同在。所以，伊鼓励伊所伫属灵中间所生的这个囝儿甲查某囝，爱详细观察伊的生活。讲恁来看我的生命就是安尼，因为我一直咧学耶稣基督。所以咱有爱真注意哦，毋通互你的属灵囝儿查某囝，因为你来跋倒。咱来成做一个生命的典范。最后一件，有咱非常重要的代志，咱的大纲内底减这项，咱来加起。咱带人最后的目的是要互因归向耶稣，毋是归向你啦，毋是要互伊尊重你，毋是要互伊崇拜你。咱带人是要将伊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毋是带到家己的面前。所以，咱真做，咱有迄个福分，真做别人属灵的影响的时阵。咱来理解，上界重要的属灵导师就是耶稣基督。咱目的就是借着咱引带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互因将来也当透过因的生命来影响后一代的属灵儿女。亲爱兄弟姊妹，我一开始的时候有对大家讲过，咱教会现在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咱安怎用咱属灵的生命去影响新来的这新生儿，互因会当留踮伫这属灵的大家庭受培养，咱的教会才会当产生更大影响力。咱毋单单爱去传福音，咱爱照顾这因为传福音进入教会的人，这是咱教会现主是上界重要一项事工。牧师伫这个对今年开始，我就开设一个查经班。查经班的目的就是希望培养这属灵的父母，互伊大家明白真理，会当较无真理，而且影响大家的生命，来帮助教会中间这新生儿。希望讲，咱的教会开始转变这个体质，将来成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中间所有伫灵性顶面成熟的这兄弟姊妹，恳求主，你互阮立志真做别人属灵的影响者，带领因来亲近你，用阮的生命真做一个模样，真做一个典范，互人欣赏，甲主耶稣基督亲近。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18首，218首，
主，我担爱照群见你的面，请咱起立。请咱共守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囡仔归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基督安尼讲。恁囡仔着无担重担的人，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也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伫新约圣经所记载，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事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接下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阁来。亲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咱即时照伊的模样，达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
是阮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的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加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帮助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当咱捧着这个杯，咱伫心中祈祷感谢主，因为伊流出宝血，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经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咧，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今日阮甲你同坐倒，共守你的圣餐，来，互阮明白你欢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主啊，阮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咱要用奉献来，咱的礼拜。若咱的外口也未填写咱新的来宾，若你外口也未填写咱的留名卡的，请咱伫咱座位进前有一张留名卡，请咱填写来交互收奉献职事，互阮会当代表圣灵教会来欢迎你。世事万物的上帝，主，阮感谢学罗你，主，阮只是用阮淡薄的金钱奉献伫你的面前，做你圣工的路用。阮也愿意用阮全人的时间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阮所献。祈祷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请坐。现时今仔日是要庆祝父亲节，咱儿童主日学的国小组要来献诗，伊要唱的诗是我免唱歌来感谢，搁有咱儿童主日学的幼班，因也要来唱快乐的日子，我的家要荣耀主。咱煞遮是儿童主日学幼稚组哦，因足够追的，因要来献的诗是快乐的日子，我的家要荣耀主。
我煞接来报告，请咱先开招报。第4页，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着的父亲节主日，第3场礼拜中特别安排儿童小朋友来献诗，献出囡仔伫感谢甲祝福，愿上帝赐福所有的老爸心灵健康，福杯满溢。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陈英山兄弟伫7月12日安享主怀，定伫8月初9拜四早起9点半，伫第2殡仪馆景阳楼至善一厅举行日料礼拜，并伫迄天的下晡1点半，伫咱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陈文哲兄弟的妈妈陈林美惠女士伫7月15安享主怀，并伫8月初9拜四下晡2点，伫第2殡仪馆景阳楼至真餐厅举行公祭，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阁有一个集体关怀补充是，咱本会的会友洪周碧霞姐妹，也是洪吉忠兄弟的太太，伫8月初4安享主怀，请兄弟关心甲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小会问道理时间是8月17日暗时7点，伫咱教会9楼的教室，请咱伫8月2楼要受洗的甲信仰告别的兄弟，一定要来参加，并照所安排时间前往。祈祷会的消息，会友若是需要牧师代祷的，请咱填写代祷卡，放伫座位前，也当写名无写名，牧师伫全教会中会当为恁祈祷祝福。若是需要特别祈祷的服侍的，请咱伫第3场礼拜后来咱的讲台前，由当日服侍的牧师、长老甲代祷同工为恁祈祷。请咱其他咱家己看。请咱来吟，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仔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遮有陈启伦甲陈思敏，这是梦中明代的囡仔坐伫后壁遮欢迎欢迎。阁有对美国纽约回来杨丽轩小姐，伫后壁欢迎欢迎。阁有屏东和平教会徐百合全家全家，遮欢迎欢迎阁有高胜品小姐，来，阁有一个对匈牙利回来，这应该中文的款马特先生，对匈牙利回来欢迎欢迎你们来台湾住3礼拜阁有黄玉基小姐，黄玉基女士欢迎阁有李秀美女士后壁阁有吴月梅袁梅女士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遮新来的朋友，以及咱所有遮的咱兄弟姊妹。等下若礼拜结束了后，咱会当请四周围的遮兄弟来引带到这贵宾席的所在，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需要代祷的人，有会当留伫这个所在，
好，咱代祷团队会替大家来祈祷。请咱来吟祝福诗513首，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我将恁交伫上帝稳定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稳定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默祷谢恩，将受差遣。